妈妈，已经9点了。谢谢思婷浅显提醒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组浅显，大家晚上好。后学晚上学习导读。太上清净经，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则浊之源，动则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浅也。能前之则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；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；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太上清净经第二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则浊之源，动则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浅也。能遣之则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；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；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？意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
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尽，常清净矣。如持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则自得；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悟极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似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即下生，收服南辕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
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似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天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护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折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粱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、姓女，请各位前贤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徐月英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
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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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思婷哈，后学今晚就学习导读到这里，感谢点传师慈悲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慈悲。后学晚上就学习导读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学习的很好，谢谢读简妈妈导读，感恩。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简经理，晚安，徐讲师，晚安，很优秀的前线，晚安，感恩，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黄领任，陈讲师，陈老板，前线好，大家晚安，感恩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